台南市林古迹开基林游宫委员杨景勇表示，乌灵旗具有定铁驱蛇、收惊制煞作用，更是成为调动兵将的重要法器。信众若是邀请登记乌灵旗，需要参香供在。开工经由咱这个王爷来派这个符令加持了吼，咱开工以咱主席来开工之后，互咱信徒会当请转去服侍，会使顶替无就是咱这个宫庙会当做道，做道就是咱这个祭祀办事，有这个带兵带将，有这个兵将来扶持咱这个宫庙会当来祭祀。林佑宫会一次开工遐尔侪支乌灵旗，是因为日前有泰国信徒特别到林佑宫迎神，当时跋杯应允请回乌灵旗，向征兵马调出到泰国，引起讨论。后来有够侪信众拢甲庙方联络，想要邀请乌灵旗，庙方向声明请示后，才由原本的36支增加到72支。当初是会请这个灵旗回来，是为着要。互阮爸身体较顺遂啊，来就是第二就是要互阮兜的人较好诶，嘛无啥物啊，都纯粹用心拜啊，咱讲的啊，额头三笑性命啊，求一个平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啊。委员杨景勇讲，这撮乌灵旗寸尺大约是45乘30公分，同时阁制出罕见先天上帝伏魔震天宝符，两个拢经过开工。相传宝符是明朝道士刘渊兰祖师所写，流传至今，主要是用伫咧驱蛇、定煞甲定铁，运势较歹，也是常常破败者，更适合挂伫咧身躯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